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神秘疑說，我係神婆 Ella。今集主題係中世紀狼人案。16世紀德國狼人案發生時間係1589年之前幾年，地點係德國貝德堡鎮附近，主角係一位農夫，叫彼得斯慕普。推測係1530年出世，1589年10月30日被判死刑。佢由12歲開始好沉迷黑魔法，一直去到20歲。呢段期間，佢不斷學習黑魔法同死靈術，尤其係黑魔法越邪惡，佢越中意。咁多年以嚟，佢認識咗好多惡靈同魔鬼，佢好享受同魔鬼接觸，甚至自願將靈魂同肉體同魔鬼交換。佢唔係要錢同地位，佢想變成野獸。咁就可以冇顧慮殘害其他人，而且對佢平時生活唔會造成影響。魔鬼認為佢好適合做一隻邪惡惡魔，所以送咗一條皮帶俾佢。戴上呢條皮帶，佢會變成人狼，除低就會即刻變成正常人。佢對自己人狼形態好滿意，因為又強壯又威猛，而且皮帶好輕便，容易收埋。有咗呢條皮帶，佢開始施展自己慾望。行兇25年之後先俾人捉到，佢將條皮帶收埋喺山谷入邊，方便佢喺冇人地方變身。開頭佢喺山谷附近捉山羊或者其他小動物，主要係飲血。時間耐咗，佢開始唔滿足，喺城鎮揾目標，經常喺街道行嚟行去。因為佢係比較有錢地主級別，衣着又光鮮又有禮貌，當地人都知佢係邊個。所以咁多年以嚟都冇人懷疑過佢係兇手。每一次揾到目標之後，佢會好有耐性等目標離開城鎮先落手。如果對方係女性，就會先奸後殺。受害人總共16個，14個係未成年兒童或者小朋友，當中包括佢自己親生仔。另外2個係孕婦。對付孕婦，佢會徒手將個胎同子宮扯出嚟食。佢仲會食死者心臟。而佢個仔個腦都俾佢食埋。除咗喺城入邊揾目標之外，佢仲經常喺田附近揾目標。如果發現成班少女喺度玩或者揸牛奶，佢會即刻變成人狼衝過去，喺班少女中間走嚟走去，見到邊個想走就捉邊個，滿足慾望之後就殺咗佢。因為係狼形態，逃走好快，所以咁多年以嚟都冇人捉到佢。另外，佢會喺森林入邊設置路障擋住行人，然後匿埋喺森林入邊等目標經過。有一次有幾個女仔經過森林，佢匿埋喺樹入邊，叫其中一個少女嘅名。個少女聽到有人嗌佢，但又唔見人，以為朋友喺度玩，於是向聲音方向行過去，之後就冇再出現。其他人見到佢冇返轉頭，另一個女仔去揾佢，結果都係冇再出現。其他人等極都唔見佢哋返嚟，知道大件事即刻轉頭走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有人喺森林揾到被肢解男性屍體，但係揾唔到女性屍體，因為已經俾佢食咗。彼得話女人嘅肉有香有甜。其實聽到呢度，大家應該覺得有啲奇怪，受害人同死亡人數可能有出入。我推測16個受害人係確定同佢有關，其他受害人證實唔到同佢有關。事件發生喺16世紀，當時世界各地都好亂，而且經常有意外發生。死者之中有一個係佢親生仔，係佢第一個小朋友。佢見到呢個小朋友可以好健康成長，佢好開心，因為可以安撫佢心靈。但係另一方面，越中意就越想得到佢嘅血。最終佢都忍唔住帶咗個仔去森林玩，玩完之後就殺咗佢，食埋佢個腦。佢話係世界上最美味最精緻嘅食物，而佢太太係佢遠房親戚。根據當時德國法例係屬於亂倫，因為慾望佢冇理到法例。結婚之後生咗一仔一女，個仔未成年就俾佢食咗，而個女叫做塔斯布比爾，生得好靚，好多人都讚。個女越嚟越大，佢慾望越嚟越強烈。不過冇殺到佢，而係再一次亂倫。個女成為咗佢妾侍，而佢結婚之前一直同自己親生妹一齊瞓。資料冇寫到咁明，但係應該都有亂倫。之後魔鬼派咗個有邪惡靈魂嘅女人俾佢，叫做海瑟琳特隆平。
呢個女人生得好高挑，好靚，行為舉止都好多人中意，好受人尊重。佢哋第一次見面地方應該係酒吧之類。彼得用甜言蜜語令到海瑟琳愛上佢，第一日已經發生關係，之後成為彼得長期情婦。經常有人失蹤，同埋經常發現人類殘肢，居民都好擔心自己安全。咁多年以嚟，Peter 冇俾人懷疑，除咗因為佢身份之外，當地確實有狼出現。有一次，有一班小朋友喺鎮附近草地玩，草地上仲有一群牛仔同埋母牛。突然有隻狼出現，捉咗其中一個女仔，想咬佢條頸。不過佢件衫領好高好厚，隻狼咬唔入。喺呢個時候，有群小山羊跑過，驚動咗班母牛，為咗保護牛仔，一齊衝向隻狼度。隻狼即刻走，個小朋友冇事。為咗捉狼，人民開始訓練犬隻，不過每一次都俾隻狼走甩。彼得之後話隻狼係佢，每次冇辦法甩身，都會即刻除低條皮帶變翻人，仲會攞住支棍出去扮成捉狼一份子。而佢被捕原因係因為有人劈斷咗隻狼左前爪，之後有人發現彼得左手斷咗，村民懷疑佢係真兇，所以捉咗佢。中世紀被認為狼人而被捕人士唔少，好多國家都有發生過。根據歷史記錄，由1427至1720年之間，大約有250人被認為狼人而需要接受審判。彼得被捕之後，因為好驚極刑而招供，佢又講條皮帶收埋喺邊，不過官員派人去揾唔到。彼得話條皮帶已經俾惡魔收翻，而喺調查過程中，官員發現佢個女同情婦係幫兇，除咗被控多項謀殺罪之外，仲加控淫為生活罪。案件喺1958年10月28日審判，4日之後，即係10月30號行刑。主犯 Peter 被判死亡輪之刑，呢個刑罰係將犯人綁喺一個巨型木輪度，劊子手用木棍打斷犯人四肢，等犯人慢慢死亡。記錄入邊，14世紀有一個犯人行刑3日之後先死。彼得受刑嗰陣係用燒紅鉗喺佢身上10個唔同地方將啲肉剝落嚟。佢死亡之後劈佢個頭落嚟，屍體同佢個女同情婦一齊燒。另一個16世紀狼人案，法國狼人吉爾斯加利艾，1574年1月18日被判狼人同巫術罪。佢係一個隱居者，住喺法國諸羅省阿芒日。1572年有一日，佢喺森林打獵期間見到一個幽靈，幽靈同佢講可以幫佢減少煩惱，俾咗一盒藥膏佢，用咗之後可以變成人狼，咁以後打獵就會容易好多。去到9月尾至10月初，佢殺咗一個12歲女仔，將屍體拖入森林，用牙同爪將屍體撕碎之後食。部分肉帶返屋企俾老婆食。萬聖節前佢再犯案，目標都係一個女仔。佢變成人狼之後襲擊呢個女仔，又咬又爪。咁啱有人經過救咗呢個女仔，但係因為傷得太嚴重，加上缺乏適當治療，幾日之後個女仔過世。因為有目擊者，全鎮陷入瘋狂，逼到省政府頒布法令，允許當地人逮捕或者殺死人民認為要對襲擊事件負責嘅狼。2個禮拜之後，即係大約11月頭，佢殺咗一個10歲男仔，食咗一隻大腿同腹部，撕咗另一隻大腿落嚟做後備食物。同一日殺咗另一個男仔，想撕開屍體之前有班人經過，佢放低條屍就即刻走。今次之後佢停咗一段時間冇再犯案。去到第2年1573年8月24日，佢襲擊一個13歲男仔，將屍體撕開兩邊之後食。最後一個受傷者係女仔，當時有村民聽到佢尖叫，即刻趕到，去到見到吉爾斯攻擊緊呢個女仔，佢當場俾人捉住。而個女仔最後因為受傷太嚴重而死亡。審判期間有超過50位證人出庭，最後佢被判狼人及巫術罪。1574年1月18日執行死刑，綁喺木柱上被燒死。近年依然有目擊狼人個案，不過見到 Dogman 個案比較多，分別係狼人比 Dogman 更加大隻、更加強壯，毛髮顏色唔同。狼人可以改變自己形態變返做人，
銀器會傷到佢哋。毛髮顏色係黑色或者銀色，有紅外線光譜視力，體型龐大，實力係 Dogman 5倍，可以傳遞詛咒，俾狼人咬到會變成佢一份子。Dogman 通常都係啡色蓬鬆毛髮，大約5至7尺高，唔會超過9尺，冇變形能力，一直保持半人半動物形態。銀器對佢哋冇傷害，視力同普通狗一樣，體型苗條，唔會傳遞詛咒。近年目擊個案，事主當年12歲，住喺喬治亞州一個50英畝種植園。嗰一日佢想去隔離農場偷黑莓，雖然係隔離，但係都幾遠，中間要穿過一個森林。佢踩住單車沿住小路行下，發現空氣之間充滿咗靜電，感覺就快俾雷劈中咁。同一時間佢有一種強烈感覺，好似俾人監視緊。突然佢見到前面企咗一隻大約8尺高、黑色中長毛髮、琥珀色眼、直肩粗頸、耳仔同下顎都好長、犬齒突出嘅怪物。第一時間佢諗到係狼人，不過大個咗之後發現可能係 Dogman。佢驚到即刻掉低單車就走，冇踩單車走係因為要掉頭，佢冇咁多時間。返到屋企佢就成身軟晒，趴喺地下度喊。佢阿爸問佢咩事，佢講完之後，佢阿爸即刻揾咗附近2個農夫朋友一齊去睇下。去到當然乜都見唔到，不過見到架單車斷開咗2邊。好，今集又係咁多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